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喺2015年由香港青年協會支持及推動成立，係一個由年輕、熱情同埋成功嘅創業家組成嘅非牟利組織。創會董事局成員均為匯豐青年創業大獎及香港青年創業計劃嘅得獎者，會員涵蓋年齡介乎18至45歲嘅香港創業青年。目前擁有超過400家本地企業會員。除一般會員之外，商會亦設有附屬會員及資深會員，為唔同階段嘅創業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商會設有商務協作、科技創新產業、大灣區拓展、會員事務及政策倡議5個專責委員會，致力提供多元化同全面嘅指導與支援，推動青年創業者共享經驗與資源，開拓商業網絡，並積極推動政策倡議，以優化創業環境。自2021年起，本會連續2屆獲得政府及其他機構撥款資助逾1000萬元，舉辦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計劃，專注扶持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教育科技、寵物及銀髮市場等領域嘅青年創業。期待你嘅加入，成為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嘅一員。